我同意呗。谢谢二妈。哎呦，天哪！谢谢三爸。鸡他们不知道瞒着他们。甜蜜小鸳鸯回来啦！啊！哎呀，二妈三爸，你们回来怎么不提前打个招呼呢？等会儿，什么意思？什么甜蜜小鸳鸯？什么意思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嗨，人这你还不知道吗？啊？好了呗。好了？你跟薛洋好啦？哎，你不是要当我儿媳妇吗？你怎么？哎呀，二妈，什么跟什么，哪跟哪儿啊？什么呀？三爸，你这一路出差特辛苦吧？别，等会儿，不是徐阳，我，不是那个，你先给我来一下。啊？干嘛？你这神神秘秘的，怎么了？说。我觉得呀，这琪琪和薛洋啊不太合适。怎么不合适啊？你想啊，他成天三爸二妈的叫着，我又拿琪琪当亲闺女养着，这实际上不就等于是亲兄妹？什么叫等于是亲兄妹？人怎么兄妹了？哎，我跟琪琪可没有血缘关系。哎，过去我跟他爸在一块儿的时候，我们俩还算有个法律关系，现在也没了。人孩子怎么不能恋爱啊？我告诉你啊，要说知丽和楚木说他们俩要恋爱，那不行。为什么呀？咱俩现在有法律关系，咱们是夫妻，他们俩就算姐弟。人薛洋跟琪琪怎么了？怎么不能自由恋爱呀？不，就算是没有血缘关系啊，可我是这么想啊。你说咱们组成这个家，好不容易4个孩子，现在弄得融融洽洽的，突然他们俩谈恋爱了，不是谈恋爱，当然也没关系啊。你说万一有一天吹了，嘿哥，你能不带你这么聊天的？人孩子可刚好，你就琢磨人吹了怎么办？合着人还没结婚呢，你说那将来离了怎么办呢？不是你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嫌我们家闺女配不上？不，那倒没有啊。不是琪琪这孩子，我是特别喜欢。那不就得了吗？哥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一点不吹牛，我这闺女绝对是一金砖。哎，绝对聪明，绝对善良，绝对能干。不，这我信。哎，就是个儿矮一点，先吃成长素也来不及了，也长不了了。但我告诉你啊，我一点不撒谎，结了婚当了老婆，绝对一把好手，而且绝对专情，真的。就前些日子他刚来咱这儿的时候，他不是说啊，我以后就得管你叫文姨，我不能管你叫二妈了，因为我要做你儿媳妇儿。我当时吧，我就觉得，因为楚木跟他根本不可能，俩人一块儿太熟了，从小一块儿长大的，他不可能。但我心里还真有点还真有点舍不得。这万一要是跟别人好了，我还真有点不愿意呀。我告诉你，你就给句冲话吧，你到底同意不同意吧？不，那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同意呗。谢谢二妈。哎呦，天哪！谢谢三爸，这孩子偷听了你，我真的爱死你们了。挑战成功。薛总不好了，电视，快看电视！怎么了？雷曼兄弟破产，美林证券出售 ，AIG 陷入财务危机，金融风暴突袭华尔街。Yeah, of course, everyone. I think everyone's understanding is everyone's trust. 6年来首次下调贷款利率，9年来首次降低准备金率。国际经济动荡之时，从紧货币政策是否就此松动？
哎呀，真是天助我也呀！啊，我这种赌会发生经济危机的豪赌，居然能让我给赌赢了。哼，现在薛茂祥真的是气数已尽了，该着。恭喜董事长可以了多年的夙愿了。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？下一步咱们就这么办。这几天居然发生了这么多事儿，我是觉得你最近怎么好像有点躲着我的意思。闹了半天就是为了琪琪跟薛洋成一对的事儿。你不是吧？还发小呢？把我当什么人了？我是真喜欢琪琪，就因为是真的，我才希望她能够幸福，她能够高兴才是最好的。如果说她跟薛洋在一块儿能得到这些，那我肯定是祝福他们，还替他们开心的。这感情的事儿吧，本来就是不能强求的。我还能不懂这个呀？好哥们儿，纯爷们儿。我要是女的，我绝对主动投怀送抱，逼你做我男朋友。别，我谢谢你，千万别有这一天。喂，栗子姐。啊，我跟达子吃饭呢。啊？不是，哪个台啊？啊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啊！哎，服务员，麻烦你给我调一下那个经济频道。好的，谢谢啊。三大金融机构的命运在哎，怎么了？干嘛现在非得看？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金融风暴。今天就先到这场金融风暴的中心去看一下。这是9月14号。还真让他们俩压轴啊！死不灵也太过分了，这是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人俩人走挺好的。什么呀？他们俩走的好不好，跟让不让他们俩上是两回事儿。选模特的事一直都是我负责的，怎么没经过我同意啊？哎呦，行了行了，我今儿把话给你撂这儿，你呀就让他们俩走完这压轴秀。等你这火影冰淇淋秀结束之后，你肯定能从他们俩身上得到你意想不到的超值收获。因为这秀啊，已经是经典中的经典了。在最灿烂的时候毁灭，没有比这种谢幕方式更能载入史册的。说什么呢你？能说点有用的吗？美国已经发生了次贷危机，知道吗？火星上还发现了液态水呢，不知道这有用吗？哎呦，你别着急行吗？到时候你就知道有用没用了啊。让他走呗，我觉得他们俩走的挺好的。哟，干嘛呢？你们俩这是？啊，你爸呢？楼上呢，饭也没吃。为咱公司生意的事儿吧？嗯，哎，你那个谈成了吗？当然谈成了，我正准备回来跟你们一块庆祝呢。我先上楼看看他去啊。啊。哥，干嘛呢这是？啊，你不会是想跳下去吧你？哎呀，这回这次贷危机呀，貌似怕是躲不过去了。我就知道你想这事儿呢。哎呀，行了，甭想了啊，该来的你想躲也躲不过去。你想想，咱现在国家经济这些年这么稳定，咱现在不是已经开始转国内市场了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今儿我这俩单已经都签下来了。签下来了啊？这不管怎么说是个好的开始吧。而且退一万步说，咱想得好，想得容易，结果没成，破产就破产呗，没什么了不起的，真的。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再怎么着，咱挨不着饿了吧？
我告诉你啊，哥，我这人最大的本事就是过穷日子，真的，打小我就没穿过没有补丁的裤子。走，没吃饭了吧？走，进屋吃饭去，一边吃咱一边聊啊。